来看天灾消息，中国广西昨熊熊落大雨，有的所在是积水积到1公尺深，真侪车去互大水淹去，阁有民众受困。另外，伫咧印尼东部伊布火山拜六是又去喷发，这火山浮潜到4000公尺悬，附近7个庄仔头的居民拢总脱离。远远望去，广西南宁市的街路规个拢予水淹去，真侪台车浸水拢歹去，民众只好用手刹车，看起来真狼狽。广西礼拜熊熊落破纪录的大雨，部分地区积水1公尺深，街路下校拢予正路的水淹去，救援人员各船仔来救人。其中有一名95岁的老人，因为之前做过心脏手术，目前呢又出现了这个心脏不适的情况，急需转移。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老人，到尾位2楼顺利甲救落来。啊，不过有一寡地下车库的积水颠倒灌入的车路，爱车浸水的民众心真痛。气象当局警告，未来3天广东、广西、珠江流域部分地区也是会出现强降雨，河川的水位会阁涨悬，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。镜头往来看印尼，伫东部哈马赫拉岛的伊布火山拜六搁再喷发，火山浮云呈4公尺悬。地上镜头看到火山口一直出现真大的火，阁有球仔色的死呐，画面伫暗暝看起来真恐怖。假日时啊，阁会当清楚看到火山的山坪盖一烟真高的土。Dia api menyala, naik besar-besar baru dia punya api itu terpancar di gunung tuh, terpancar api. Terus ada suara gemuruh ya? Ada suara gemuruh. 有关单位紧急下令4号连登7个村的民众撤离，各建议7公里内的人员全部疏散。印尼有127座活火山，最近火山活动真接，当局伫10日已经把伊布火山的警戒级别升悬到最高第4级。广西新闻张慧敏编译。